原来是天公，所以讲天公你多是有骗淡薄，你来骗叫做无类人，所以一跪落一讨讲，到底我若是安尼做有功德无？你讲你再无我今日教旨要好无类人，安怎你来想摕这个机会炸掉这个无类人，今日你看你出头，你去炸掉，所以天公讲。万底我都是真正巧的人，讲虾米话你会巧，你天公来虾米巧，所以讲你知无？世间还未出福你点啥？我是做王，天才去到了真正贵，另外贵个人，无一个翁公会使讲较赢过我。过了后，世间出福，真正真心的翁公，改了拢总一直来，拢总赢过我。三摆有当时，伊人讲，今咱来去倒落佚佗，我甲伊讲，我无闲，毋敢对伊去，安尼对伊去啊，人较贵，我做天公无可安尼贵，所以讲我会做你真正巧，所以马甲沙巴听了本是有理由，所以讲后跪毋通，所以跪落一直跪落，伊讲，安尼我保是有功德无？你有功德。就有功德啊！飞去顶面咯，老人飞去了就笑一条丝。我今日看报纸，特别的报纸。了对我武大大地接到我那暗，听到天公的笑这条丝，所以讲话难听者，你看天公去笑这条丝，咱天公佢衰落嗰一条丝，你虾米说只马哈加萨巴一受嘅苦刑，另外特别嘅，伊无虾米出来，渐大啲巴嘅，会回想。伊讲我嘅囝马哈加萨巴，伊嘅道德真正完全，伊嘅芳无像个芳水嘅芳，那是风吹去一堆风嘅啊，伊未 go against the wind。但係我係佢哋，我那是人得到，伊個湯，伊個即係道德氣嘅湯，go against the wind，就係講西面嗰一本嚟變咗，硬講佢原本嚟就係講即係人是真一道德，所以即係一刀人報事了後，一對起，無想了，佢講無想了，所以就要歸出來了，就講上面同佢去水色。我關起嚟，以後嗰陣行動力，另外先較強了。所以天公啊，本是一個啲漸啲東嘅多事呢。過了真要久，過了過一過，本是馬哈加薩巴入地啦。這個馬哈加薩巴入地幾拿刀，伊就入地了後，伊本是想要學報事，你逐個要學人報事，要敬無理人。這道個關在天公過來，伊注意了，第二道關話，天公啊，你安怎個要來報事？你一道無夠了，你個真係我是要學人無理人報事，所以第二道伊無接受嘢，所以去到咯，一個老查某，大啲拉家家下一個仆街嚟位。所以第二道伊無接受嘢，所以去到咯，一個老查某，大啲拉家家下一個仆街嚟位，即龍潮山，是好嘅人嚟，但係就暈，咁種印度不管是就隻過來啦，即歐老症，有當時就不力，但係這條經伊是講過來啦，伊人就這個歐老症，規經處死咗了，剩伊一人。所以伊走唔敢大咧仆間，走了去大，去啲別咧仆間，去啲別咧仆間了去大啲人嘅後尾人嘅厝，想查了，去大啲咁樣查了，大啲查了為了啊，一個查某，安尼後尾有鐳放血，伊人未使摕鐳，咁了出來 ，because 伊人相信講啊，就烏嘅點聲，你出來摕物件出來，攏總有毒，所以放血咁了出來，就想去食無，就俾咱嘅病毒。這個人伊是好嘢，越好嘢，應該治療了無了來做去食了。你看天一快，
伊若是用过了啥但我这个逐个就讲 SOS， 就是煮牛奶煮甲差不多要熟30几熟，伊个 SOS 无去了，参迄个牛奶要食本未食，就要找天台。所以这个查某你看教咧点声啊，哦，上甲伊讲就了，就了你看放水，袂使用嗰啲水，毋是咱诶，后头有啲要用。规个国家人死安尼济，但係无寒茶通啲走了累甲了放下，唔敢食。来别个国家變咗去食貨了，去偷食了，伊去大啲人嚟查了，人看了就嚟查某是有人，富家人看了一出，再有人哎呀，他那去偷食，嗰個人嚟看了去善，你厝嘅人看了去善，大家可以食村嘅物件可以。有自己食村無半行，你肥屁人就大出來，伊人肥屁大地，所以靠屋去地底肥屁，也好一個查某，就這查某好這查某，所以這查某這個摕來食是馬哈加薩巴就這個大這查某，就行過馬哈加薩巴行過，看到這查某徛這查某面前，這查某不是真艱苦，你看來教了。所以講啊 ，pass on 問題，你想去北京，我跳無通互你食。但係這馬哈加薩巴啊，漸要接受伊鳥食，這就伊安怎做？所以人就講你去北京，你多提一步咧，多提一步又叮當了，多提一步伊個徛漸，過去較去。3-4人啲天台要互伴，但係伊就去，把你查某就好了。但係伊調子要大一個查某，伊行一步伊個徛咧，這查某看，安怎咧來咯？差不多3-4人啲天台，這邊伊多提一步，伊徛漸，所以這查某知，原來無代表伊調子要大啊，所以就安尼這個肥屁。一也係落去啲物，咱加薩巴專家講話啲查某正，有不依，3-4歲都是話罵，而這個查某就聽，哎喲，原來這個是故事我講歡喜，佢就來意思了，而你這個腳運對調炒完過了，特別而你依隻。你若打什麼把啲多士水食啊，這水食了就這邊要暗暝時出事啲第二個人嘅提定，提供嘅提定是第二人，一出事第二個人，咱提供在這查某時，暗暝提供大吹，這個查某得多士了出事大咯，吹無了後，提供暗暝落來，門這馬哈加薩巴。班地，早起一個查某去巴士就去食無巴士都一個肥屁，到底伊出事大路我人找無，咱這個馬哈加薩巴講，你minority dewa最個人嘅提定啊，伊人一名一日，咱這邊我想是千幾年。5人得出提供看袂到，這個對5人嘅提定我知有成下久啊，不講就告訴了。我去啲門嗰啲謝神，我係先生響邊就馬士賽咯，響邊啲家數百人特日，因為自己一個年過就冇掂入檔，謝神咧入檔，就入檔了後，一個年過。伊出落來袂曉講巴黎話，就入檔咧是伊講巴黎話，就講巴黎話了後，即係會上會曉巴黎嘅話來聽。伊講我是大啲這個第二人嘅提醒人講，我要來教這個謝神嘅先生講話，馬士賽咯講話。到若是安尼呢，伊無記，我無記了緊，你互我一個尖聲，一個日子。我要解，我要問佢條嘅問題，所以這個提檔了後，
这个伊人讲互马西西都听，这到了日子有影在几日，伊人来了，二哥本有地，了这马西西都本来，伊人就地下一个碟来个，这阿咪叫做接受，阿咪意思咧碟来个起来，所以你看，因用巴黎话，了马西西都用巴黎话。yang nolang ti kong wa dan after that after mui wa la mui pasal kisah nesu dan boleh yang cere lang kong anjang lu te jik lang sangku anjang lu cho angkong ale tua lu sin tong lat anjang be ka lu chu the la wa lang khwa da chi pe lu tia ho ilang tua ti ale kwa le thi tong ilang sangku e ba bu sang kalan ilang super fine you material 伊讲我若是出来，我出来上句好多看，人看袂着，人看我人袂着，是太硬，所以我就possess 一人了把你ใจ，所以咱ต้องติเอาความเสียที่ตินะเสียตอนนี้จะเป็นสิ่งที่นะ所以人唔通特別唔通講話講我教個人多時咧，個人馬仔氣勢多時大闊咧，最壓咧人種唔通，我無講安尼看嚟話啦，即係是多時嘅講極啦，唔通講。我後禮拜我哋講就叫我可能 introduction 頭先，即係四大金剛啊，是四個銀剛，這四個銀剛。北邊嘅是叫做威沙灣啊，這威沙灣啊是北邊嘅。你看咱正我就正講這個登坡我就這個落時登坡人有看四個銀光大大先嘅，看了會驚喎。這裡啊有嘅看了真係驚啊，有嘅大鬼咯嚇。這裡有影伊人有安尼看嘅，伊人because伊人出做王大很平。有的人講伊關出來，有的人講關出來，有的關出來亞米亞卡，有的關出來甘拉巴是較歹嘅，有的關即係那個是歹嘅，即係靈即係抓，所以有當時我人，因為我人回想，有當時我人有一條經啦，有時我人若是去巴借錢，有當時在亞米衝擊我人念這條經，四大金剛來，即有時無來。因為卡來養這物件，所以咱要認識，即係咱我要講我要講introduction 好咯，咧後禮拜我就刷咯，即係聽講甲即係布達啲講話 ，actually 即係硬講啊，啲人現在人講硬講啲啊，แล้ว聽講看到。看到咩啊？一看到啊，哎呀，有一幕三星嘅銀光，故事在啲世界是做回想，再睇下嚟做銀光，在啲四大金剛嘅前頂刻在啲前光，一看了後，哎呀，你看伊人做回想，話你起來做刻在啊，等一看到在啲甲布拉瓦都一個查某，一對嗰個家事。當時世界最先，這個查某是名古比卡，伊死了後，將佢到啲天光誒天頂做天光嘅囝，伊個名古巴卡，即真大波，所以人正定的看，有時做好夠日，你人心那是愛達做大波一攤，所以做查某一般是安尼樣，然後。人做大波，噗一出是做大波。咱這個古巴家做天光嘅囝，一看到這個三個回想，故事一直變到把這個回想，再看到這個三個回想來出是做刻地硬講，即係來講 ，Reverend Sir。你故事在啲世界嘅真相，我做大家人，你做出家人，我嗰啲變到把啲女路，將啲我做銀光較大路，到底是安怎道路唔對，正少道路唔對，伊人
แล้วจะจับจะเลยทางอาจะทิ้งกองอีกแค่กอง Where are your ears that means ทิ้งกาเซบูตุยจะเลยจับ听经对 so there lies the difference hearing the Dhamma but no practice but this girl hear the Dhamma practice so there lies the difference a monk who is not practicing useless look what you see Satu Maharajika Dewa Chile Tawa Tingsa heaven then Chile Sai Angkong Hoi Chile Chabo Kong Leo Đi Sai Kong Chabo Lại Khang Là Sư Tạp Bồ Leo Thình Kong Này Kia Kong Leo Tên Xiao Nói Tên Xiao There and then recollect your mindfulness Có your mindfulness quan心and then you lang Chile Xiao Leo Ao Phúc in front Thình Kong Thành Nhân Khoa Chỗ Ôi chị em chứ bên hoa xin là phúc khi chút gì cái Brahma word Purita Brahma rồi khi chút gì em bên là thì con khoan là wow nó wonderful mà chị em from chị bên thầu chị em thì bên khi chút gì Purita Brahma thì lạc em để chị em tê em khi ta tê em ít thành jana giúp chị so làm chuyện ai chạy practice nhà yêu kim you hear a lot of Dhamma you don't practice useless little you know but little you practice you are better than what nhà cô hiểu lên lặng every lecture attend but no practice so in practice is more important Buddhism is not a religion of blind faith it's a religion to see the practice rồi lặng anh practice bỏ xí siêu cài chế xem anh có lặng như có xí ca free of chargeว่าลังบุก็ไงเสียนะลูกกาอะไรสาปาคอสีปาคอ no we don't want anything even สิวไกว่าลังลูกมือว่าลังขุดนิ้วกว่า all free of charge so ถึงกองขวาโยจะเลยสายอังกงไหนที่ไอ้ขี้อะไรก็ที่เลยอันนี้ทำให้สุโบขี้โยเลียหลอกกินไอทำให้สุหลอกกินไออีจะชุดสีที่ขีเต้งที่ใจจึงก็ที่เต้งฉันรู้วิญญาณเจจะขวาจะซีบินเอาเลยเดี๋ยวฉันรู้เอาเลยฉันรู้เบี้ยเจ้าแล้วเพื่อสิ่งนี้เขาจะหลอกกินในช่องสีตักเยอะเดี๋ยวจิ้มต่อสุดน้อยเพียงที่สิตั้งถึงกองขวาจะแล้วเอาก็ขวาจะเฉลี่ยอีกเจ้ากูซีสีจับบ้างอันนั้นตัวบางทีนี่นะพวกที่ชุดที่จะถึงกองเลยจ้าซึ่งถึงกองให้สิ่งกว่าว่าจะเกิดเวลาอินเตอร์วิวกับบุดาเป็นมือว่าเราจะเลยมือไหวว่าเรา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ตัดร่าง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แล้วแล้วขวายมือเขาจะเลยบุญเตยตอนบุดาอินโดตึงแล้วก็มือก็ยาวบุดาอินโดตึงยินได้เลี้ยวลงจ้องหูสีเลี้ยวที่กองเปลี่ยนตัว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ที่กองโด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จะบู้แล้วเนี่ยจะเที่ยวเนี่ยพุกอีกขัน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อันที่กองอันนี้อีจินจะเชียงเที่ยวหลังอีกขันจะ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อีกขวาจะเอาสีอีกตาโลก็จีสีอีกตาโลบู้แล้วอีกเที่ยวได้ที่จะสามโกโลหันได้ที่ชุดสีที่จะดราม่าว่าแล้วจู่อันนี้เที่ยวชุดคอให้so 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นะเกาจมหน่อยจีนะเดี๋ยวนี้ร้านเสากู้เลยสวาลูกก้องเลยขี้อ่ะก็เกิด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นะso ร้านซื้อสันได้สิร้านอะไรแข่งกินร้านกองสิแข่งตัวร้านคุยยังนะก็อุปเสกแต่ที่ว่าที่คัดชิงตำโพแล้วหลังเจ้าโหอันนี้ที่ถึงกองมือบุญเตที่ใจถึงกองสิถึงจะโบเองอังกอร์ตอนที่ถึงเต้งอีกคนสิถึงว่าเจคังเคยที่กวนจะเลยตัวลีแทนก็จะเลยซีใจถึงกองเลยถึงเต้งซีใจถึงกองถึงเต้งเนี่ยอี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อุซีอังกอร์叫做ฟาเรจินกิ้งส์พุ่งสิอ่องจ้ะอี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ตัวอ่องเองเป็นแต่วิธีใดจึงกองเลยจึงเป็นกูคุยตั้งลำสายปังสิ่งที่ใดจึงกองก่อแล้วที่ได้
这个四大金刚有关顾脑款的神，这个有的神是叫甘达巴，有的是叫做nagas， 有的是叫yakas，这个了是神的名，了这个了是四大金刚观，特别有的神，伊人不管是讲去天宫的所在。像这甘达巴是一特别去天宫的所在，伊人去特别去讨音乐和天宫甲伊个这个道地甲了，互人听这音乐。有一个这甘达巴是叫做班加西卡，这班加西卡到底福建的再来，真正街道伊个名有讲出来伊个名。这班加西卡是一个甘达巴噻，甘达巴是叫神，伊人较假，但是伊人还没是叫做甘达巴这个甘达是胖巴，伊人的脚，伊人的鸟脚是胖的物件，所以有当时有人若是坐闲，真正清静了的时，有当时味着胖胖的物件。这有当时甘达巴，世间真正做这个物件，俺们特别这甘达巴爱调去芳花的长，像咱有的人讲木牙春巴有这个芳的物件，这甘达巴爱去大。像我捌听我古时大去教社时，人讲。古时有两张一张的这个木牙春巴，真正老细，了掂无掂，伊讲一个出家人，当人法师，在伫楼顶看到规身白白的，掂大只迄个长呢，有时飞落来，有时起去，这个了伊。讲好像变佛教社人，听了买来人站好一张去讲，人讲是鬼来，特别在我想，毋是鬼来，这个是甘达巴。甘达巴是一回神，芳的物件，伊也是大，伊人食的物件是芳的物件。所以这个甘达巴啥，特别真正有一个名叫班加西卡，甲天公真正有缘，不管是天公教伊做啥物物件。所以这条经的是天公讲班加西卡，佛特别去坐禅，所以你摕落这个德消去佗就佛的面前，了佛若是请了后，你大人讲我要这天公要来讲话，所以这个甘达巴士这班加西卡摕伊的德消。了去去坐禅，到伫这个灵丘山、灵丘山、六支丘，他那向边一道那个所在，真正坐这个个人暗有伫，这佛教的所在，特别好这个人摕到底摕起来，人讲真有的物件了。所以真正多人去行孝伫因了无通去看这个所在，他那是叫做 Hindu sacred place。所以这个班加西卡剃头一直销，剃头了后，佛问班加西卡，你真正你直销，真正搞剃头你声，甲你刻，真正好，甲你这个直销。了安尼就讲话了，我割错淡薄，还没说时间较短，我咪讲上有啊。然后 after that， 天公话来，班加西卡。加你毛讲佛，加你毛甲佛讲天公来，这安尼呢？天公在讲这个这个咱用佛就在讲天公来，所以这布达特别伊接受天公来讲 ，Happiness unto Sakha and his ministers， 快乐快乐，天公今日会来，真正快乐快乐，了就安尼。天公讲，我本是真正久爱来见面佛坐阵，特别因为我的时间无点声，我无来。特别有一过我有来去这边，拄好，我看佛坐阵去坐禅，了我看过一个仙女名维雅蒂，
这个文家弟弟行礼貌甲佛世尊，了我本叫这文家弟讲，大人讲，他本来是佛世尊听是讲话，佛世尊听讲天公有来，就有我这个旋律有讲无，天公讲有我会记有来，伊有讲起讲天公来要来，要来啥讲来找佛世尊，我有知。所以天公安尼讲吼，佛世尊来讲，我在听这个老的翁公，逐回讲，若是世间若是出佛，天顶直直翁公直直坐直直站，了伊阿修罗的所在，阿修罗的所在就是直直人，听讲恶的所在直直人。今日我看有影，他那真正是翁公直直出现，直直生伫天顶。如果你看一个，也叫五比加，伊是古时在伫甲比拉瓦杜，伊拜佛一个查某，真正关心拜佛，今日出世做我的囝，也叫五百加，伊是查某，今日出世做查甫。你看一个查某人，安尼甲他拜佛，行的，会晓布施，会晓受戒，会晓祭神，今日煞变出世做我的囝。嗰一项佛世尊，你看，到底这个台湾这个四大金刚大的所在，有三个翁公来出世，这三个翁公出世是正大，前一世是在这世间做和尚，但是你看。安尼伊人做和尚，伊无对上甲即个五比卡安尼关心，来出世较加做五比卡，所以我上看到即个三人来出世，要来五比卡去讲互伊听。哎呀，你人安怎今日会来做安尼较加翁公？在即世间的是我伫变了捌你人，我逐日去伫跪你伫行你毛甲你，今日我来出世较悬过你。你其他你唔对，所以这个这天公的囝讲，到底是虾米啊？你听这边听这边出，这边要爱就是买了人讲，咱听经要爱对，若是听了无对，咱上加这个三个回想安尼，若是听了对，你话上加这个查某有比较。今日伊是天公的囝来，若是别日若是讲天公老去，伊是做天公。你看一个查某会做天公，所有人若是做查某人，唔通讲激心哦，我人渐渐行压这查某家，唔通真正济有个查某做好出世做查甫。你看，是达到太祖的嘛，死了后出世，看了到底当数天，伊本是出世做查甫。佛成道了后7年，伊去天顶讲经，到底是要讲互这个翁公听，伊袂使叫骂了，伊是查甫来了，查甫翁公来，所以看查甫像，毋通讲哎呀，我人查甫较是本人的无，拜佛不但讲拢总像，是讲要做和尚较艰苦一条，看他做和尚，若是讲要入巴，若是到底暗，较袂要紧咧。入巴不大点声，查某人要入巴真正艰苦。然后有一条，安尼查某人做尼个，有个歹人对去上间，所以这尾来发出一条纪律，讲查某做尼个袂使入巴，会使大伫暗灯啊。所以压到这个了后。佛在讲天公是来这边是要问话，所以佛这个佛这个天公讲，你要问下你问题 ，O King of God， 伊叫天公叫做 King of God， 翁公的王，你有虾米问题你做你问，所以头一条天公问佛世尊，世间。人真正爱合作，爱平，无爱有事。
tapi anjo ai bunu betan tatalang ai galo ai sopa ai chenghuan kau ke tatalang sebu suka cemiknya anjo betan jeli saya kong jeli ho hab isim harmoni su ti kita lo mikyo imwe khut se chon so khut se chon mo hwat ya tập học con O King of God ăn con người ông cho nên xe can loạn ai chịu phá ai gà lô ai chịu thái lòng trong tuy chỉ là nọ hàng thao chỉ hàng是弯道心第二行是主書心這nọ hàng啊xe can真正亂彎道嘅主書我一主書頭先特特人漸主書這個主書啊只一借好寬就正確講啊啲外紅面透住個紅面一大所在成講是係咩物件是厝啦厝你看特過嗰隻厝邊大路去都是這個厝邊我係厝我係公房我係坑地你長過來你後食了冇單特別你小落架樓啲啊為睇我手啊變過你為我係為你為你未來攞嘅這個厝邊大路อันนี้ให้สู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จูซูเอกกำปั้งว่าข้างเตะผู้จะเลยมีจูซูว่าจังว่าบ้านเราใส่กับปัวซี่อย่าบุษย์ก็บ้านเราปูนเจ็บแล้วแล้วด้วยนะหนูปลาอยากจะเจ้าแล้วแต่ตัวอะไรสิอันนี้ตัวบุจูซูแต่ที่จะเลยจูซูกุฏิตาโลจังกุยที่หลังแก่ไก่บ้านเอามาตั้งกุยที่หลังเอาบุกุยที่หลังชูที่บ้านเนี่ยสิอาบุเสียงใกล้เธอมาถึงอยู่อยากกุยไปแล้วคิดจะจูซูแล้วอีกจูซูอีกกำปั้งเชิงคีเรื่องจำเป็นบ้านเอามาตั้งเดี๋ยวบ้านเอามาตั้งเพื่อเอามาตั้งเพื่อว่าตัดยึดเกี่ยวเสาทุกคนว่าเราไม่ทันเจ้าว่าเสาแล้วติดแล้วเพียงเธอติดอยู่แล้วจุดนั้นจะถึงกันหรอก็ไม่มีแก่ถึงกันหรอ做生意都人分享要做生意主书为生意แบบที่失敗冇人主書生意มาที่ตัวทาน人ว่า生意ตัวทานเลยสิว่าไม่หอยลังใจอันจงว่า生意อันนี้คู่ว่าเลย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ว่าใจเอาแห่ก๋วยเตี๋ยวว่าก๋วยเตี๋ยวละแต่หลังจัดแต่หลังไม่ช่วยว่าจะ I have got some secret formula ว่าไม่หอยดูละว่าก็ตับไปเลยตับพอibu suka je girlfriend kita le tak apa kong wa sai kong ai tu girlfriend jangan lah cuci babin siang mayang lah kau lah ya nah si kong girlfriend kong ayah jangan jit am cho dana kami suka pergi babin siang le je ja tu ho lu khai ani kami su iki je cu ake wan to si me si ibu cu ika ki babin siang ki khai ki ja nah si kong yêu cu因刚去外面在讲哎呀，咱来搞啲暗正睇，但係咧就變天差又寫住變就好啦。原來就是做書，因為是即溫度天氣嘅時，一家提升，一無做書，但是去做書嘅時無溫度，所以兩種世間嘅亂，兩種是對住你做書嘅只溫度先。這個羅行誒，這個行，大概那是出來那是為了，咱大概所做嘅物件，會看害到人嘅心，害到人無歡喜，人無歡喜，所以未來才會變假路小拍。國家都是想，好似係國家，伊做書，伊唔敢和這級別國家來參加，那是講伊這邊啊。你做生意要國家啲大步，你買好即係在按照我人嘅大步嘅大下面，我人嘅這個所在好啲大陸要是要買好在，所以第二條聽講個門，
佛世尊，我明白看那这自私甲这个怨道心是原因是，看那我唔知这个自私甲怨道心对这条路发起来，原因这条路这个路行铺起来，佛世尊答复得对。这个自私心甲怨道心发起来，对这条路对咱的心。不管是爱有这个属假的心，甲无属假的心，属假的心甲无属假的心，对这条路看着我属假看，有时有的物件我无属假看，听着我属假听，有的我无属假听，味着问题上我属假味，我有的我真正无属假味这物件。这个对这个看着、听着、味着、谈着、想着，这个两项有这个款的心，属假甲无属假。这个若是讲人，若是看着，伊个心未分开两项，这个人是戆人。若是咱来讲，伊是二打的，唔知半项。戆戆呆呆，你可以味虾米物件，伊也无讲香，也无讲臭，你可以食虾米物件下落去，一吞落去，伊也唔知讲好食无好食，伊知讲不多要落落去，这是讲伊戆人。但你有一种诶，伊因为伊节俭高业，伊成事过落下了，伊食物件无讲自家食，无自家食。听自家听，无自家听。大人看，到底出来，若是囝自家个囝会声，我个囝，我哥哥即个后生，老伊来讲话妈大人也好听一句。若是伊成人囝，阿妈死鬼做咩？所以这边自家听，无自家听。怨道心甲自私心发起伫这边，过了后，这个第三个问题，佛个问，这个咱的情况个问佛，我明白了，看下这个属假的心甲无属假的心，大概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咱的这自私甲这怨道发起伫遐边。看咱佛世尊要贴面互我知，这个属假的心甲属假的心甲无属假的心，对这条路发起来，我唔会个知。佛就讲，这个属假的心甲无属假的心，发起对这条路对咱的爱，你爱呢，咱初心了，属假听爱我爱。多我袂，若是讲看着，自家看，多我看，若是一个小人家看着老生人，多我是直看，爱看。若是讲伊万寿人一看落去，本是对爱虾米？伊认这个物件，伊爱讲啊，野走，还是做好伊无？像虾米物件上有时咱看着抓。看着就爱虾米爱拍伊，本是对爱这个。咱们牙查来，哎呀，安怎了？我要拍伊死，人家路人放伊去爱这个。所以对这个属假的心，无属假的心，发起对到了对咱的爱。你看有人的。伊爱是啊，伊看着虾米啊，爱了伊一日呢，就想安怎样我要谈这个物件，安怎我要谈这个物件，这个就是叫初心，这初心就咁 plan 咁想，安怎做，无世界的物件，伊本是爱，就是爱安怎，爱讲要做好这个物件无去，像这个我问第四条问题，这个爱呢？对大陆发起来，佛世尊要大人切变我知。对这大陆发起这个爱，佛讲这个爱发起对这大陆来，对咱吸起来想，
他跟我恰白讲一个，咱的心爱扣起来想，咱这个扣起来想的心，是对伫大陆发起来，佛世尊要大拢恰白给我听，这第五条的问题，咱佛世尊讲，这个爱扣起来想的心，发起对伫大陆，对咱的六根，目睭看到。鼻孔味到，耳仔听到，嘴谈到，脚手摸到，心想到，对这个六根发起来。他那这个两个问题，我贴白给人看。目睭看落去，心扣起来想，逐个心扣起来想无对的，无对阿咪对得咯，无水看做水，无相看做相。无我看做我，可伊看做乐。贴白我贴白讲，你看，有个人上礼拜我讲一个条，有一个查甫，伊暑假这个查某，买来这查某啊，因为太济人讨伊，咱买来这查某去做女工，付的点啥？付有几世间，10分的水。那这查甫日来渐渐面对，那二哥的坐上，本来伊坐伊甲你徛伫面前，安尼本渐渐上咧二哥，哎呀，你安尼水哦，安怎你去做二哥啦？你个水啊咩？买走四面我渐渐掉掉咧二哥，安怎坐上？你坐上，本来这二哥是四个罗汉，后头四个罗汉你两个坐上。买来这查甫，唔会这查甫。到这你他们做四面乱搞我，对到我是行我，行个水，你个目睭啦，会水啦。逐回你开咧目睭看到我了，我这边咚咚咚咚咚咚，我你要做下面了。我目睭安尼水啊，时甲你讲安尼水。那是安尼水呢，这个目睭是唔对啦，唔是我唔对啦，目睭唔对啦，所以就头上凹这目睭起来。那这类目睭你讲真正水的假去，凹起来人家水无？无水啦，看到无水看到水，参规个落去啊水，但是凹起来无水。他那落讲啊，有个查甫看，哎，这个水真正水，吹气真正水，你笑是个吹气，个病。这个你人啦，那是有个查甫讲安尼样啊，你去当地是蛮吹气啊。大家唔能去隔这吹气，我做查甫你实单啊，伊自己讲讲啊吹气好，叫伊那吹气来，看到个吹气啊，都开惊。就是佛讲啊，这个叫做无明慧。嗰條好我啊都攞住一啲咯，有啲雪啊，有啲雪，我啱一啲啊，都配話住抱你幾多嚟到食啊，啲人都講真食啊，你哇，有時不但講，這個是無明的無明慧，目睭看到跳起來想講真有水，特別實在那是跳起來跳明冇水。有人讲啊，对着目睭，安尼水咧目白，啊，对真正水哦，跳起来一个，这个呢是到了一个人，学落咧目睭我安尼水，把只老家老老有跳起啦，这水嘅目我都爱出去，无水，这就是讲无明的，目睭看到，心跳起来想，就跳起来想，爱就起了，爱就起。暑假的心啊，无暑假的心，暑假的心无暑假的心起，就暑假弯道去了。这个我是讲一行人啊，所以咱要明白，安尼是会讲的呢。咱要佛讲安尼人啊，讲这个拢总是对这个六根，安尼提讲一下就知，到底是这个六行之害死咱，看无明白，看着无水的物件讲做水。无相的物件看着相，有人看着你看我厝真好，我这个我家伙热济，我卖了，我家伙卖了，还没点声来小反腐来了去啦，你家伙热济，你阿无老热用啊，三站4站，
你人看有厝呐，迄一日起呢，เป็นนั่งใน厝起甲半途差不多要好伊起落去了，都无永远。哇，甲只起有连锁，做物件无永远。做不大讲啊，因不无永远，咱看做永远。苦，咱看做甜。逐个你看我迄一礼拜讲，你看伊人食咧芒鸡的腹。就咱食芒鸡的头会脆，用活伊食咧狗，一个肚伊屙一个空，咧狗腹掉诶，了头壳起个角，起个角一人食一个铁腿，哭啊哭啊哭，然后就哭，来一个就这样来系跳动食，人啲哭伊人看着落，真流热，特别啊，食迄个一啊，落地嘅。20千年、50千年，有达无？超本无够半年啦！50千年、18千年落去，像我就是正在听，咱的说教你讲，一起香港嗰啲安怎样？就是不大讲啊，可你人看就落，人讲 a lot of fun， 真係流熱，真係得意，而且一人50塊呢得。tapi jenis B kita lo B kilo tiga. Jadi budak lo berbengket. So budak, anak budak kau mana tingkang cai. Kalau si kini dak tinggi hai silan. Dan lo lain. Anak tingkang itu si kui milen ni tu angkong ah itu jadi si Cina kau yak kuannya. Anak nak cai kang kau tu nasi kini dak tinggi. Bà lê con lặng thì chắc hôn này khoai lọ chơi dọc kim thịnh thì hả mi nó này khi mình vào nó là sao hòa là thì thằng ai cho những lúc bộ bạch chiên nó bộ phiền khăn nó bộ chùi bộ chi bộ hia bộ chứ khá chiếu bóng cho thì bộ chứ đi khâu khá chơi xèo u lắng không bộ lắng nữa bộ có hàng nữa thì bộ chứ đi trong sinh nữa所以聽這個入經就是講無眾生，這無眾生就是正力團，existence，no existence 就冇單啦。所以這呢聽講這呢就在對的，到底就對，人對這些就是要行，這些這個未來會看到，他們是力團，這力團就是看到當中無這個我運。食燒相顯食，香菇無，感覺無，香無，香無，精神無，這個就是叫我運，這個我行無，人這個力團，所以第二行，就講個梅血，我知了，他那就要停這個藥經。那是要聽嘅錄經，就要講快樂兩款嘅快樂，苦兩款嘅快樂，心平平本是兩款嘅快樂，一好款會使對，一好款唔通對。按照樣叫做快樂兩好款，一個好對，一個唔好對。有一好款嘅快樂對落去，苦。愛直直嘅，樂在這裡惡直直嘅，道德直直無去。這裡按照關係叫做快樂。有人啊愛去拍啦，真係快樂喎，哇真快樂。還是講啊愛去偷睇啦，愛去衝擊人嘅毛鏡啦，愛騙話啦，還是對這個樂見嘅快樂。這裡講啊攏種這款嘅快樂。是有個快樂，去搏腳啦，去拍笑人啦，還是去衝擊人無驚，這個有快樂，特別這個快樂啊，做落去惡起來，都對也無去。這款嘅快樂唔通對，這好款嘅快樂應該對，這好款嘅快樂對落去惡無好對起來，這款是叫他們快樂。這個上輩未來的
咸，你看有人阿咪就坐上3点钟、4点钟就乱说，一到到这个看站，清静，这个清静啊，无相款的快乐，按这款的快乐，不但讲坐落去甲上班你看到无相苦无我，你集中了后，你坐到4点钟，这款的快乐是真正好，堪要直直对。苦不能无好款，这款的苦那是。爱好这个恶，直直浮起来，道德性严落去。这款是啥物啊？日本人去对咱物件，我袂结婚，我袂这个，我袂迄个，我袂某，我袂放假，我袂各项。这个物件咱要面对，啥物物件在这世间无常，今日你有放假。一日你放假会热到，就放假热到无人插你了。今日你有累，别日你一日你跳，还是讲你无跳不落，你就要放假你累。这条就是苦，这款的苦，佛讲是无好。伊做路唔甘离开，所以自私咧就真条条。这款啊，所以自私咧是贪，初心就有了。咱要死时，唔甘离开某囝，唔甘离开社会，爱去苦的所在，会晓放迄角，会晓写迄角，万你才通去好的所在。这款的苦是啥物？人会晓出家，人会晓修行，人会晓受八戒，受八戒苦。我到枵的时，甚至有人看，哎呀枵，袂使食，爱去偷食，他就会使我看到袂使。苦有淡薄苦，了有个人胃疼，哎呦受这八戒艰苦，了关是困air condition，他那受戒，哎呀，伊唔爱互我大爽爽的物件，冷的物件，佮你到时佮热个半死，所以这个物件受现的苦，这个苦佛讲在对在好，心平平，有不能恼火，一好好对，一好唔好对，一好的平平是啥物？戆戆的平平啊，人头家大人啊，一定无听。然后睇人即讲啊，咱来去咱来去世界好咯，一定无听，伊无拍插，伊这个用 stupidity， 这款的心平平是无好的物件。好的就是啥物啊？人直直坐上了，尾来到个一个看站。伊无坐上个点声不孬啊！伊到一个看淡，伊无这烦恼心了。你甲伊讲啊，你红无比啦，无比慢慢才来啦。咱有福气有在就来啦，你唔使惊啦。现在无比啦，就讲无要紧嘞。伊这个就是讲有慢情绪啦，无 attachment 啦。所以咱应该这个要紧爱过这个这三项，快乐有两项，苦有两项。咱心平平不能两项，一个好对，一个唔好对。安尼样，咱的情况就明白了。明白讲哦，到底安尼对不对？咁咱要这三项，按照行对，按照行虾米界，要对虾米界。然后这个情况问，咱就会写出 How must one act to have moral restraint to attain？ 按照要行对，会看。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หยุดทวนเราพุทธยาวตัวตุ้งหาชื่อซอโจยหิ้งตองอุณหภูมิควันเชื่อหัวควันโจโลกีออกดิจิเจโฮเอดิจิโบเชื่อเป็นทางตัวน่าสิโจโลกีออกเอตุโบโฮเอจิเชื่อควันไอตัวเชื่อจะเสียมั้ยไอสัตว์เซนไอ้ผาลังไอ้เชิงลังไอ้เขาเทไอ้เสียอินจะได้ลองจ้องกันแล้วจนสังกูหาชื่อโจนี่จ้ะโจโลกีนั่นออกเห็นสิขี้ไหลนั่นโห้ตัวเด็กโบดีจะได้มีแก่มันทางตัวไอ้ตัวนี้ตัวอันจะยังโจตัวจะได้มันทางเขาเทมันทางเสียมันทางสัตว์เซมันทางเสียเขาเทมันทางเสียอินจะได้มีอย่างkalau nasi bol saat sen lu kuat cuci sim
假如发自内心了后，这个就是讲你做落去，你会这恶的物件无，你好的物件直直加。但是头体，咱唔爱头体，咱应该有爱保持，这个就是讲啊，做好的直直加。除野个四项，唔通偏话，西在农村起先地讲话，了讲硬话，了嗰一项唔通针对世间嘅物件，无论讲啊，爱想讲爱社会爱虾米，无论讲安怎样来，无想甲讲一个贪性地妄想无拍插。有你来就好，有你来就好，还是讲有这个放假来好，还是有虾米物件我所买的物件有赚就好了。这个物件worldly pursuit是不应该较慢。爱对虾米，不管是爱怎么听经，要爱对，这个就是讲啊，对落去，把你这个人会赚也慢啦。听讲安尼就听落去知。到安尼要对，安怎要关顾这个欲境，这个叫做sense restraint，sense restraint 就是这欲境的接触，安怎这欲境咱来接触，上摆我会看着，你会看着立团，这个反论讲，安怎顾，目睭来看着有两款的物件，那是看着。咱的观，那是有的形看了，咱的欲火爱起，就有款的形无好，放的角；有的形看了，无欲火起，这个好，你渐渐看，你渐渐看。我贴在讲淡薄，看着有的人看着后面查某，哇，平安安尼，哇，这安尼讲水了。这个物件，伊形款一看呢，伊这个心欲火起，这个物件爱生气。咱有的看着人死啊，不讲啊，这物件看了无欲火起的，哎呀，阿白死了，哎呀，死完了死了，死真哭了。其实是好的物件。特别咱世间的人先来咯，来看到死的人，好来吵一起，好来吵一起，好来吵一起。这个唔通，不讲啊，目睭看到这个物件，要关。今日我少年水，特别死，今日我老了，本上我做完咯，定常比胖了没有？所以这个物件不大讲 ，is called right。reflection 观有了，只要听到自己想，只要听到不大讲，查某声，哎，查某声，记住来，对啦。有时候看有时真想爱顾这个欲境啊，但佢不大讲啊，真想是要顾阿咪顾这欲境，只要听到知声，那是讲查某的声，哎，安怎大只包查某的声，哎，唔知是鬼啊是路个。鬼啊！什么啊？或者搞巴都有查某声，有时不管是有当时安尼物件来看，所以这物件咱知。若是讲不大讲，咱需要听着知讲声，那就看着，去通味着，唔通讲青臭味，而是香一过啦，香淡去了，臭味清去了。唔知虾米来臭啊，未香啊，未刺激了，所以歌这个欲境歌，看着、听着、味着、闻着，唔通我贪情刺激，这个就是关于巴沙那禅。一句那是安尼渐对，早甲晚一看着，虾米是谜团，这下来一看是过罗汉，偷看着的是一过罗汉，伊毋是目睭看着，全想讲。心就会知哦，你爸那是安尼样，你 understand 一懂得虾米是谜团，头一道看着是成一个罗汉，安尼
不但讲安尼经，咱就听讲神一个落来，早早也未神一个落来，所以听到这个经啊，讲到这个录经，高这录经啊，这下呢听讲听神一个落来，就神一个落来来讲啊，哦，好这种样，my Lord，我真正欢喜，明白，几万项我无明白，看到你插在讲我听，我真正欢喜。你到在一看了，你到问讲，你问别人这个问题无？伊讲我不管是问，大啲大包即人去借钱，我不去问几哪个，我看伊借钱真係錢了，我去問。但特別我問嘅時，人我問伊講，你按照要去做這個